今开始来关心昨昏伫嘉义的南华大学校园内底，一台外包的校车咧捌旧的时，哪亲像是无注意到后壁有人，启动着一个准备要去读册的查某大学生。这个大学生户口运交过了后，佫搬喙齿大出血，伤势严重，经过手术，目前佫在加护病房。并且校园所传出严重的车祸，地点就伫嘉义南华大学公车亭。7号早起，学校甲大西客运合作组的校车停伫公车亭，想未到驶过驾驶伫捌过时阵，发现这车链后面雄雄缀着物件，落车看才发现弄倒一个女大学生。伤者一名女性，年约26岁，意识不清，肢体外伤，给予相关救护处置。送往大林慈济医院救治。来到本院的时候，血压已经量不太到了哈，然后伤势主要是骨盆腔破裂了哈，它里面有一些血管的受伤，肢体方面就是大腿的骨头有骨折，那有生命危险。同一年，女大学生行路去上课中途发生意外，下半身互客运交过，骨盘喙齿大出血，经过手术抢救了后，要在加护病房观察。校长赶紧去探视，学校也伫第一时间通知家长，做安达班上学生的情绪。我们的校安中心也通知了家长，请家长立即赶到大林慈济医院来进行相关的探视和照顾。同一日早起，伫高雄主管一个连接车正话的时阵，因为车顶火无铁管无别个固定，结果雄雄为车顶连落来，讲到后边一个57岁骑机车的妇人，造成伊正脚骨头进去严重变形。未确实依规定妥善捆绑货物，以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0条第1项第2款，将依法裁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。令本起事故导致他人受伤，将吊扣驾驶执照1年。两件事故造成严重伤害，警方会调监视器调查清楚代志发生原因，佮依法处置。赛车上路进前爱详细细致，因为驾驶小可闪神无注意，可能就造成无辜民众受牵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